媽，今年嘅元宵節有咩安排啊？今年嘅元宵節同往年係唔一樣，今年咧恰好係赤馬紅羊年，百年一遇。哇，媽，好日子嚟嘅喎！嗱，要記住啊，元宵節嗰日咧有三不做，呢個係老祖宗傳承咗千年嘅智慧。媽，咁係邊三唔做呢？元宵節嗰日咧，民間有唔掃地嘅習俗，因為呢一日咧係團圓和睦嘅象徵。喺元宵節呢一日掃地咧，會掃走運氣嘅寓意。第二個咧，唔好嘈交，因為元宵節咧係溫馨和諧嘅節日。我哋喺呢一日咧要保持良好嘅心態，盡量唔好發生爭執同埋衝突。喺呢一日嘈交啊，會破壞家庭嘅和諧氣氛，影響新年嘅運氣啊！所以咧喺呢個特殊嘅日子裏邊，大家都要息事寧人，互相包容，共同度過一個歡樂嘅佳節。第三個咧，唔好流眼淚，因為元宵節咧係一個充滿祝福同埋喜悅嘅日子。我哋喺呢一日咧，應該要保持愉快嘅心情，千祈唔好因為唔開心而流眼淚啊！所以咧，我哋要笑容滿面，共同分享快樂。元宵元宵，無患全消。希望大家喺2026年順順利利，無災無禍，平安喜樂，健康快樂，人順家興旺。